是拍油受神。第3課客家話。日本人統治台灣50年，大家還會講台語，有的老人家講起日本話，口氣優雅，甚至帶感情。中國人講台灣50年，講客話愛發展掛橋牌，生意呢客多面夾牆，阿公喊做爺爺，阿婆喊做奶奶，客家母語變做北京話，也愛來了。孫呢談唔識客話，看見點像外省人，邊一點都唔出來。祖孫感情兩截斷，老人家血無兩日，包袱看見格格歸屋下。希望人密切台灣客家話，密切台灣客家言論，多大為乜嘅？